日我嚟到1922年開始啟用，有好多故事性嘅地標油麻地警署。呢座唔單止係2級歷史古蹟，仲係無數港產片取景嘅地方。香港政府喺2024年以發展油麻地警署為旅遊熱點，特別邀請咗香港電影專業人士重新打造部分場景，俾訪客可以置身喺香港經典警匪片嘅光影之旅。由今年1月份開放俾市民可以買飛入場參觀，大家記得預先喺網上預約購買。警署正門設計成80-90年代嘅戲院售票處，仲有當時買飛劃位嘅場景。究竟現場係點？我哋而家即刻進入呢個光影之旅。喺呢一個大堂裏邊，佢就分咗4個區域。呢度係監控室，仲有槍房，有好多唔同種類嘅槍。旁邊就係證物房。大家仲可以砌疑犯嘅樣。呢度就係摘差房。呢邊嘅認人室，大家都可以試下做囚犯㗎。今次呢個光景之旅，我都覺得幾值得嚟睇。不過得個30分鐘一節，時間有啲趕，大家記得分配好時間啦。如果大家鍾意我呢條片，歡迎大家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。